来哟来哟来哟！我无水，最后奇葩行为达成，对，球为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又按神本，又按神奇啦！哦，又按神奇呢！情绪崩溃型，危险指数2颗星。真是很吵。杀人黑哟，无离开我！我哪不能这样？我还爱着你啊！亚三里，来做的。到处告白型，危险指数3颗星。讲着讲着就不小心显出真心，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剧情哦。重复动作型，危险指数3颗星。与其说危险，不如说诡异到让人觉得可怕。你这乖乖逛逛，快快逛逛，你有病啊！电费不用钱是不是？阿棒有钱是不是？大吼大叫型，危险指数4颗星。借酒壮胆这种类型，通常醒来之后就是地狱了。水马塞，都是我不好，水马塞。水马塞。不停道歉型，危险指数3颗星。说实在，不知道他到底在道歉什么。大便各吐型，危险指数5颗星。广播音量发，记得远离。不知羞耻型，危险指数16颗星。这种类型醒来之后，通常会发现自己在警局。哦，不管啦，你就是要跟我转播卡啦，爱按中音，跟我转播卡啦，好吗？你从来都会死啊！走啦走啦，一起回家嘛，跟我一起走啦！哎呦，强歹势哦，来嘛，鞠躬，爱你哦。超级综合型，危险指数无法估计，完全无法预料它会发生什么事，非常可怕。通常醒来也会在警局。再来加罪我独醒，危险指数17颗星。今天也拿到有趣的照片了的。